大家晚安，我是纯命，然后我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的阿美族。刚刚唱的都是用阿美族的语言唱的，这样听不懂，不好意思。铁花村经费不顾，没办法打字幕。对，所以你们请多多去买饮料100块，支持他们呢，好不好？下次就有字幕机了。喝饮料，喝饮料，有吗？没有举杯代表你没有买，你敢做看看？啊，好，喝一下，开爽一下。看自己用血汗钱付的钱，喝起来比较好喝，免费的不好喝。好，我回来2天了吧？2天了，然后我这2天都是清醒的，因为没有机会睡觉，每天都在应酬。明明是扫墓节，感到我快死掉了，那好恐怖哦！因为太久没有回来了，很多亲戚难得看到我，就想要跟我聊几句的，一个人聊5句，100个人就聊500句，你知道吗？聊不完的。我从17岁开始写歌，我的学校就在这附近而已，台东高中有吗？现场有没有？不知道有没有学弟来聊一下？最近还有学妹，我们本来是台东高中本来是男校啊，校长可能疯了。开始收女生，但是都是体育班的，不知道是好还是坏。然后高中开始写歌，一直到我人生组了第1个乐团——图腾乐团之后，我才开始有发片的机会。中间过程曾经替一些线上的艺人写歌，包括齐秦啊、温岚，你有听过吗？有。啊，没听过？对啊，听过署名就好了。齐秦、温岚。应该比我红吧，我不晓得啦。然后这曾经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，然后发了片，图腾乐团应该是所有知道神命的一开始这样。然后有一首歌也是那时候的很代表作，我在那边唱，献给各位。月光一样水滴绽放那我的笑，瀑布一样守护在脚下，我却离开那地方流浪。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，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没有照亮，我已迷失很久的方向，我却在这里惆怅。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，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，路灯没有照